我又多謝大家嘅支持。我上一期對鳩薩都麥里斯嘅短片喺網上瘋傳，不過有啲斯文人呢就話我中意講粗口，好硬意喎，佢哋接受唔到咯。希望我收斂少少。嗱，冇問題，我就算唔爆粗，一樣可以插到國陣飛起。今集我癲狗就狂插阿接哥嘅2013年財政預算案，踢爆條友點樣亂使錢。仲有今集佢哋請到一個特別嘅嘉賓，佢就係傻閪先生啊！嗱，大家發音要準啲啊，冇講粗口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傻閪啊，我係中立嘅，總之邊個派錢俾我就投邊個咯，係咪好醒咧？坦白講啦，阿接哥真係轉死性咯。舊年財政預算案派錢俾人民，我嘅朋友啊、親戚啊、全部個個都受惠啊！而一年呢，無端端多幾嚿水使咧，真幾和味噶。傻閪，阿接哥之所以派錢，唔係國陣咁好死啊，係國陣就快死。嗱，自從308政治大海嘯之後咧，民聯俾國陣帶來十分強大嘅競爭同監督壓力。首先，林冠英喺檳城就先推出老人福利金制度，俾60歲嘅公公婆婆每年派100蚊，仲有生 BB 仔就派200。公共場所有免費 WiFi 提供，雪蘭莪州仲有免費水添，老人瓜老襯竟然仲有白金2500蚊，所以國陣咪唯有抄民聯嘅福利政策，學民聯派錢嚟俾人民啦。如果唔咁做，為嘅大選阿接哥實仆街啦。咁我有錢收，咪多謝民聯？係你要感謝你自己，因為你手中嗰一票喺308嘅時候發揮咗作用，壯大咗民聯，嚇到國陣騰騰震啊嘛。好似各式各樣嘅社會福利金，國陣唯有跟到足，甚至派得更豪爽，務求人民 happy 有 good feeling 啊！國陣同民聯一樣嘅派錢啫，撒嘛啦！嗱，傻閪，我要提醒你啊，民聯州政府派嘅福利咧，係通過理財有方，譬如公開招標、杜絕貪污，咁每年咪有財政盈餘，攞翻啲阿公錢出去派俾人民啦。但係國陣就正仆街啦。阿接哥派嘅版敦實都未識啲錢，其實係通過借錢嚟派錢啊！準確啲講，即係以舉債嚟俾福利，明唔明啊？唔係啦嘛，你有冇露點先？傻閪，聽住啦！就以2013年嘅財政預算案為例，預算案嘅總開支咧係2516億，但係所謂嘅營運開支咧，竟然係2019億，發展開支只得497億，換言之，營運開支佔了財政預算嘅80.25%，發展開支佔咗19.75%。咁啊點啊？我唔明喎。傻閪，我仲未講完噶。嗱，2013年嘅總收入預計係2086億，但係總支出係2516億，即係仲爭430億，條數咪又嚟借咯。專業啲講就叫做赤字預算案，明年嘅赤字係4%。嗱，自從安華1997年俾個奧伯革職過後咧，連續16年，馬來西亞嘅財政預算案都係赤字預算案啦，年年都收支不平衡，年年都要舉債借錢。最離譜嘅就係咧，借嚟嘅錢竟然近80%咧係用嚟做營運開支，只有20%係做發展開支喎。仲係唔明喎？你真係冇改錯名啊！嗱，簡單啲講，你做生意咧就16年嚟年年都撲街，要同銀行借錢嚟周轉。你借100蚊，80蚊要人嚟俾租金、俾燈油火蠟、出糧俾伙計，仲要還銀行利息等等。但係只得20蚊用嚟鋪貨，你自己話啦，呢盤生意咪當過水先？哦，開始明啦。所以話齋，國陣靠舉債嚟派錢，攞到嘅錢梗係好高興啊！但係你諗下先，國陣借錢，日後唔係你阿接哥還喎，唔係死肥婆還喎，係你同我要還喎。嗱，根據統計，大馬嘅國債咧已經飆升到5020億啦，平均人人孭嘅數咧係17000蚊，而家國陣俾你500蚊，日後佢要還17000蚊喎。阿接哥係咪當我哋人民傻？你阿星啊！嗱，冷靜啲，唔好講粗口，我再爆啲堅料俾你聽啊！2013年嘅財政預算案其實派俾人民嘅福利咧，只係得42億啫，但係直接益國陣朋黨啲撥款咧，個總數竟然有109億400萬喎。嗱，譬如講薩都麥里斯嘅發展機構就攞4億，大道收費站嘅特許經營業者就攞5億8200萬，公關公司為咗提升警方嘅形象顧問費咧，就要收2億7250萬。喺東馬開咗57間所謂具體薩都麥里斯咧，就要3億8600萬。當中阿加斯同埋加登本拉嘅發展計劃咧，就約水25億。
固體廢料處理嘅私營化項目咧就收3億，端亞塞貿易中心咧就收65億啊！嗱，你睇到嘛？國陣已經死到臨頭啦，舉債度日，仲對啲朋黨念念不忘，確保佢哋啲公司繼續可以喐水。國陣浪費亂使錢真係離晒譜。你睇最近嘅 Auditor General Report 踢爆咗好多醜聞，真係嚇死人啊！中央政府管理嘅超支竟然要追加到309億喎，Underwater正仆街啦！3年裏邊竟然蝕8億喎，嗰啲阿 Sir 咧為咗應付補選同埋集會噶，開支竟然超支4億喎，仲有個 custom 起到2000間宿舍，幾冇人住喎。仲有最離譜嘅係沙巴嘅醫院，一架 printer 738蚊，竟然用5萬蚊嚟維修，係咪離譜嘅？你話佢貪污，佢講咩啊？賣貴咗啫，唔係貪污啊！喂啊，癲狗，你有冇屈國陣啊？國陣真係仆街。好，我就用國陣應就自己承認嘅數據嚟佐證。And savings from leakages and corruption, I've cross-checked, is only can yield a savings of 26 billion. 房地部長拿督炒思想啊，鬼拍後尾枕。喺林冠英同埋蔡司呢辯論嘅時間呢，自己親口承認，國陣聯邦政府一年因為貪污而損失嘅公數咧有260億咁多。如果呢條數用嚟做發展開支，即係阿接哥用嚟派錢嘅總數42億嘅6倍啊！啊，聽好啊，係6倍啊！換句話講，如果國陣唔貪污，人民可以獲得嘅福利金，就算係一次性派嘅嗰啲板墩實都唔係嘅意思啊，都唔係500蚊咁少啊，係3000蚊啊！低收入嘅單身人士獲得嘅係1500蚊啊，唔係250蚊咁少啊！點解啊？仲有咩紅資噶？嗱，聽住，阿接哥就蓄意喺預算案中隱瞞電費就快有起價嘅事實喎。嗱，仲有，如果大選啊國陣再贏呢，消費稅 GST 就會落實啦，到時人人都會中招噶。你一出門消費、行街睇戲、飲茶灌水、食嗰啲炸雞、那些嘅乜雲吞麵、KFC、麥當勞，通通都要俾多6%嘅消費稅。有錢人就話冇問題啫，窮人呢就一律都要多俾6%喎，真係興過壓雞，慘過仆街今次。咁我可以做啲咩咧？我而家作反仲有一次冇。嗱，傻閪，你先要登記做選民，投票前即使係攞到國陣派嘅錢，都係你嘅錢，唔好咁大緊昂，俾阿接哥老點到。國陣用你嘅錢嚟買你嘅票，今日俾你500蚊，日後嘅要還17蚊，即係廣東人話齋，俾你一堂，你輸埋成間廠。你有冇咁荷蘭銀行支票先？咩意思啊？荷蘭銀行支票？英文翻譯荷蘭 bank check 啊，咪真係好撚笨柒咯。我除咗登記做選民，仲可以做啲咩咧？你可以喺 Facebook 上 share 呢條片，等更加多人理解國陣財政預算案中不為人知的衰嘢，提醒多啲人錢照攞，投民權，千祈唔好俾阿接哥搵笨啦。係咁先，拜拜。